来看这条新闻呢，感觉讲台湾人真好心，不过这个富人人也真善行。在台中沙鹿有一个姓王的富人人，伊呢对这沙鹿农会领现金，骑乌托邦要返厝，半路因为这牌仔破去，1000块的纸票就安尼飞出来，沿路也沿路飞，拄好后壁清洁队员伫咧现场做伙甲伊扣钱，扣到59000，也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最后，这个富人人也甲这个钱领倒转去啊。 行车记录器翕到大路有真侪纸落来，开车的清洁队司机看到随停车，详细一个看拢是1000块的纸票，有的是落伫咧车道，有的是徛伫咧车下骹，车顶人员也赶紧斗三工扣，也有人斗三工放三角水，证人总共扣到59000块。 当时妇人骑车经过这个路段，并没有发现钞票掉了满地哦，而后方的清洁队员发现了呢，在这个红绿灯赶紧帮他来做捡拾。 清洁队员把这纸票送往警察局了后，转来到现场就发现泡沫一个人正着急死个伫洗，赶紧甲伊讲，也互伊放心落。台中沙鹿一个姓王的富人人，进前伫农会领钱，骑机车要转去，无发现家己的钱包已经破去啊。结果骑一段路了后，才发现钱早就拢飞散了啊。加在清洁队员直群经过镇南路，发现了后，拢甲伊倒扣转来。 王姓妇女自沙鹿农会领取现金新台币59000元，并放入随行包包内。骑车返家途中，因包包破损，致纸钞飞散遗失。所幸经诚信清洁队员拾金不昧，并立即送至本分局依规定受理。我们以为是假钞。 就是那玩具钞在飞，我想说怎么可能会有放这么多钱在飞？结果在地上的时候，看真的是真钞，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赶快去捡拾，因为我也担心说那个丢了一大笔钱的人也会担心那个钱到底也会很伤心吧。清洁队讲，在日常工作中定扣到民众的财物，种类非常多。当发现民众误去送现金也是珍贵的财物时，队员拢会先甲保管起来，并且真紧通报警方斗3工找失主。确保这财物会使顺利归还予失主。记者综合报道。